多謝主席。咁見到非經常開支中間咧有一筆咧係應急費用嗰度㗎。咁文件就寫到計算方法係雲端服務啊、系統推行服務啊、諮詢科技保安各方面嘅總和嘅10% 啦。咁其實可唔可以介紹下呢10% 個計算參數係點樣預估出嚟咧？同埋我想問，如果即係有幸啦，2029年都唔需要用到，有冇咩事故？咁呢一筆錢你之後會點樣去用咧？會唔會有冇話幾時你會撥翻出嚟啊？定係點樣去做啦？想知道。咁另外就想了解咧，就係關於嗰個同國際嘅而家呢啲類同嘅系統個銜接度。咁始終我哋用咗錢，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買任何科技嘅嘢，可能而家買咗係而家呢一刻嘅最新科技，咁之後可能有 upgrade 啊，淨係那樣。咁其實我哋有冇預估到會唔會幾年之後又突然之間又要可能要俾一筆錢再去 upgrade 佢啊？咁呢一方面係咪可以再解釋清楚啲咧？即係同國際方面銜接度問題。唔該。好啊，兩個問題。主席，關於第一個應急費用，一陣我答一答啊。如果同國際銜接，我哋喺呢個系統設計方面係可以點樣做到咧？我就請阿黃生一陣講講。好。嗱，嗰個應急費用咧，就係我哋成單呢個計劃嘅一個應急費用。呢個應急費用咧，即係顧名思義咧，即係有啲突發嘅情況，唔知道即係喺我哋原先嗰個項目冇遇到嘅時候咧，就可以應用呢個應急費用啦。當然啦，如果冇呢啲咁嘅情況啊，咁呢個應急費用就係唔需要使嘅。唔需要使嘅話咧，就自動即係稍後就會回撥翻俾庫房噶啦嚇，就唔會話會另外使咗佢嘅。咁嗱，點解我哋需要呢個應急費用咧？因為而家呢個系統咧，始終都係一個創新嘅項目啊。咁咧就以往咧，我哋就即係政府咧就即係唔係好少有承擔全面向業界而沒有政府服務嘅資訊科技嘅系統嘅，所以咧我哋又要有足夠嘅資源，就喺執行嘅過程中咧，如果有遇到一啲改變嘅話咧，都要有錢可以搞得掂呢啲咁嘅改變同埋不明確性。咁同埋咧，正如剛才阿林議員都講啦，即係我哋個願景咧，我哋都希望咧同將來其他嘅港口去聯通嘅。喺聯通嘅過程中咧，會唔會都要額外嘅費用咧？所以我哋都係需要呢啲錢嘅。咁我請阿黃生講一講嗰個即係嗰個設計上咧，點樣可以將來可以 upgrade 去同國際其他嘅系統銜接？基本上咧，呢一個平台咧，我哋有一啲接口會設計咗入去嘅，我哋叫 API。咁呢個 API 咧有兩個作用嘅，一個咧就係唔同嘅商業機構可以入嚟提供服務，咁呢個我哋叫做增值服務。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呢啲機構唔一定淨係香港公司嚟嘅。咁呢個係一種方法咧，係透過呢啲咁嘅接口咧，喺平台咧促進佢哋服務同埋幫助我哋香港嘅物流同埋港口業。但係咧，仲有另外一個咧，因為我哋係用區塊鏈嘅做法，喺呢個數據方面咧，已經係用區塊鏈嘅系統㗎啦。再加上咧，我哋嘅設計咧係開放無組式嘅，咁咧可以咧係根據個需要咧喺日後嘅發展咧有最大嘅自由性同埋方便性。唔該。